邊個？唔好搬住。李總好，我問你兩個問題，你答得到嘅就留低，答唔到嘅就執包袱走人，明白未？明白。你咪叫林家良，係你係中山人，985大畢業係咪？係，你點諗㗎？985大學畢業喺呢度搬嘢？我屋企比較困難，屋企細佬妹都響度讀書，我每個月都要按時俾生活費俾佢哋。如果我辭咗呢份工，冇咁快揾到嘢做嘅話，下個月佢哋生活都成問題啊！你而家幾錢個月啊？差唔多到手4800，咁你夠唔夠用啊？差唔多掹掹緊咯。反正每一個月都冇乜嘢剩，你個公司做咗幾耐啊？差唔多1年。差唔多1年。邊個招你入嚟㗎？係飛經嚟，你知唔知我哋公司有兩個林家良啊？唔知道喎。你即刻同我叫飛經理過嚟。冇啊，李總，你咁樣叫飛經理過嚟，佢以為我督佢背脊，佢會炒咗我㗎。我唔可以冇咗呢份工啊！呢間公司係我嘅，你工資都係我發嘅。阿軒，即刻叫飛經理過嚟辦公室，一齊將呢件事了解明白佢。財哥，揾到咩事啊？你知唔知佢係邊個？我知啊，阿良啊嘛，你有冇睇過佢份簡歷？有睇過，佢咩學歷985畢業。一個985嘅高材生，你間公司搬嘢搬咗1年，你點諗啊？唔係啊，財哥，招聘嗰陣時啲崗位招滿晒，諗住放佢去倉庫嗰度過渡下啫。過渡一過渡就1年，日上有老人家，下有細佬妹要返學，你攞4800蚊佢俾人你，我唔知你點諗。還有啊，我又問你，我哋公司係咪一個叫林家良嘅？係，佢同你咩關係？佢係我表弟。你安排咩職位俾佢？一個月幾多錢？安排咗銷售部主管，一個月18000。一個初中生冇工作經驗，你安排佢做銷售主管，俾18000蚊個月佢。一個高材生985，你攞4800蚊俾人你，係咪攞入咗水啊？你仲記唔記得我哋公司嘅規矩？你就大聲啲讀出嚟。誠信為本，以人為本，公平公正。咁你而家係點做啊？財哥，我下個月即刻同佢升職加薪。升職加薪？你塊面再白啊，你個心黑咗，你點洗啊？你都洗唔白啊！你而家即刻同你表弟執包袱，攞走人。財哥，你念在我喺公司咁多年，俾次機會我。俾次機會你，你將啲親戚叫晒入嚟公司做管理層。而我公司係咪佢姓林啊？嚇！財哥，我真係對你好失望，我真係估唔到你會為咗啲咁基層嘅員工炒我。你唔好唔記得啊，公司大客喺晒我手㗎，炒我邊個幫你賣茶葉啊？靠佢啊！你聽執啦！我就係教佢賣。阿良，有冇信心？有。阿良，嗱，俾批訂茶你買。呢個咧，廣東人明信片，英德嘅特產英雄9號，再1級嘅冬茶料，冬茶料係非常之少嘅，一罐125蚊，全部倒落袋包裝，高端大氣啊！今日138一罐，2罐、3罐、4罐，為咗俾你開拓市場，送多2罐，送多3個禮品袋，138到手6罐，淨重1斤半茶葉，送6個罐，送埋3個禮品袋。你唔係啊嘛？咁平，你真係想趕住我啫？趕絕你，但係咁樣落單嘅，送得到老人茶具，1個蓋碗，1條毛巾，4隻杯，沖出嚟嘅湯色呈黃透亮，杯掛金邊，內物質非常之豐富，飲酒嘅花香果香鮮香，濃醇甘甜，樣樣齊，特別飄香，特別耐泡，一老茶特別中意嘅。
你好嘢，財哥，賣咁平嘛，我就唔信有人支持你哋兩個。如果有人支持你哋兩個，我翻嚟同你叩頭認錯仲得啊！山水有相逢啊！冇人支持，買翻去打下佢。睇到茶葉咁靚啦，飲佢半罐啦，飲過試過，中意留低，唔中意退翻佢。7日冇人買，咪份費險。阿良，早點知，放佢出去。哇，財哥真係咁抵啊！出面2山夠水1罐嘅喎，今日138到手6罐，正重1斤半，仲送埋2樣茶具，仲支持試飲半罐，仲買埋運費險，仲有7天無理由。我就咁平俾你賣，同埋啊，因為我對公司嘅疏忽管理同埋我個人嘅失策，令咗受咗一定嘅委屈，喺度同你講真，唔好意思。嗱，呢度5萬蚊，你攞去。李總，呢啲錢我唔可以要㗎。呢啲錢唔係對你嘅施捨，係對你一年嘅補償。你攞住佢，同啲細佬妹交學費啦。嗱，攞住。沒有淚光，風裏勁闖。